来看云林的消息，伫云林古溪乡有一间由云林的主题等于故乡所开的这个芳店，除了用在地生产的水果去做鸡卵糕、甲做芳以外，竟然用有得到世界级的这个果酱。这个头家娘除了坚持做好的芳以外，嘛将伊所有的物件回报予学校。 甲天然的果子酱豆豆倒伫咧熟芳，若好看，食起来嘛真香。这是一间伫咧古坑巷仔内的芳店，简单的店面，所真用心制作心意。这是由云林地主倒来故乡开的芳店，除了将真侪在地农产用伫咧芳内底，嘛将果子制作天然佮健康的果子酱，嘛伫咧去年得到世界果子酱比赛肯定。把这个当季最美味的这个风味呢，给保存在里面。 另外，头家娘除了坚持甲芳做好，即马嘛来教中学国小的囡仔来制作天然的果子酱，互囡仔来找找家己有兴趣的物件。做果酱的知识，然后学到做每件事情都要用耐心。天然佮健康的果子酱，配头家娘用心制作好一个芳，但是乡亲有来到古坑佚佗，会当来到这间芳店食看卖。 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